讲话艺术水阁好，古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解文说字讲俗语，好朋友，咱今日来讲。讲我含阮某常常咧冤家，国政啊，这我哪有俗语哦？所以毋知影讲，我着安尼加减的买啦，买啥？迄政府做总官哦，吼，莫讲迄啦吼，讲做总官，敢若咧跋筊咧，意思就是咧帮助迄落有困难的人吼。我看讲，互人几落10亿伫咧钓，无嘛钓我，啊，我某就会甲我动。我想讲，即便头奖无，二奖嘛会钓我，搁拼。结果阮某搁甲我动第3摆、第4摆，我呢一再拢咧买的时阵。阮某就变面啊，假骂啦！我原来甲因讲吼，3个钟嘛有1个哭啦。这句话就是卡木鱼，咱 BQ 伫咧念经的时阵，锵哭，意思讲吼，机会无定，原来钓到我，所以3个钟钓到我1个哭，2奖3奖嘛好啦。结果阮某就讲啊，讲你安尼袂晓家己小想一下，家内拢放咧无顾。一工念2工念，1摆念2摆念，到尾啊，我甲阮某讲，你毋通安尼照3顿念。哦，即句照3顿安怎？原来台语固定的话，照3顿静，照3顿拍，照3顿念，照3顿，意思就是较早的人较无咧看时钟，所以吼表示足接的啦。人时无人日的，安尼叫做照3顿啦。阮某听到我讲伊甲我照3顿念，原来甲我应啦，讲你无想讲家庭的经济都要先顾好。人讲第一是食，第2穿，咱人食穿是半生成，啊这有影，因为为什么有3？就是1、2、3排落来。古前今日讲的拢3个俗语哦，你有发觉无？第一是食，第2穿哦，啊第3过去的人讲有通食有通穿，当然就一日无事小新鲜就清闲咯。所以3个俗语。排顺序的一款，啊，搁另外一款呢，照比例，啥做照比例？3甲7加起来拄好10，所以一句俗语咧讲啦，讲若10分啦，就是3分人7分钟。啊，有影呢，这拆比例落去分，10分的人遮尔水，吼，看起来国情都歹搞，结果吼，咱化妆师安尼衫甲你穿落吼，看起来搁勉强会看，安尼叫做3分人7分钟。这有当着咧，讲人的外观，毋是咧讲批评，是咧形容，叫人讲都要注重讲家己的清澈，注重装塔互伊清气上好看，莫外口面安尼生垃圾，安尼生红咸，安尼就介毋好。所以3个俗语原来一句拢有学问，拢有趣味的所在，就对了。